近日，向家又一次被推上咗風口浪尖。呢次唔係因為向佐同郭碧婷嘅婚姻狀況，亦唔係因為向太陣南又喺直播間鬧咗邊個，而係佢嗰個令全家操碎心嘅細仔向佑又出事啦。準確啲講，唔係出事，係出醜。南昌一間酒吧嘅監控片喺網上瘋傳，畫面入面大屏幕滾住歡迎向佑嘅專屬標語，門口一排保安企得特別齊，好似迎接邊位大老闆咁。但鏡頭一拉近，所有人都沉默啦。嗰個人一身黑西裝，肚腩撐到鼓鼓地，兩鬢全白，38歲活成快50歲嘅狀態。網民炸晒，呢個真係向華強個仔？呢個真係向太陣南嘅親生骨肉？而更搶鏡嘅係佢隔籬嗰位南昌大姐，48歲，個高，骨架大，肩寬腰壯，笑起嚟一嘴金牙，左臂紋身好搶眼，煙一支接一支，走都冇停過，成個人就係老江湖3個大字寫喺塊面度。你講豪門新抱，大家腦入面多少都有啲固定畫面，端住、精緻、小心翼翼。佢呢種風格根本唔係同一個畫風。但今期片我唔想淨係講八卦，我想講嘅係一個人係點樣被剪同愛聯手廢掉嘅。酒吧嗰一晚唔係情侶，係馬大仔出門應酬。我哋先將嗰個酒吧片嘅細節拆開嚟講。片入面兩個人當眾攬攬抱抱，大姐主動攬住佢條頸貼面影相，佢都攬住人家條腰，動作自然得好。周圍啲人上嚟敬酒，大多都同女方傾，佢負責寒暄，負責舉杯，負責撐場，而向佑呢，縮喺一邊，好似個跟班咁，都笑都飲，但全程被動。網民當時心入面就腰，呢個唔係情侶，呢個係馬大仔出門應酬嘅氣場。你品品呢個畫面，一個48歲嘅女人喺酒台上面游刃有餘咁 social， 而佢隔籬嗰個名義上嘅男朋友38歲嘅豪門公子哥，卻好似個被帶出嚟見世面嘅細路，乖乖坐住，乖乖笑住，乖乖等人嚟敬酒。呢個反差，講真，比任何八卦都扎心。網上後尾將呢位大姐嘅背景起得差唔多啦，長期喺南昌混商圈做過形象顧問，開過輕車買手店，社會閱歷真係唔淺。圈中人爆料話佢早年經商捲入過投資糾紛，具體細節冇辦法證實，但褒貶不一呢4隻字係權威媒體都敢寫嘅程度。平時成日出入各種娛樂場所，人脈多，朋友雜，煙酒紋身金牙呢套配置喺佢身上只係個外殼。據知情人透露，呢位大姐喺南昌本地嘅圈子入面，其實係個幾有號召力嘅人物，唔係嗰種靠男人上位嘅類型，而係真刀真槍自己搏翻嚟嘅。早年做買手店嗰陣，據講1年流水做到7位數，後尾投資踩咗坑，先慢慢退到2線，但人脈同江湖地位仲喺度。講白啲，佢係嗰種喺社會底層摸爬滾打過，見過大風大浪嘅女人。而向佑呢？佢呢世見過最大嘅風浪，可能就係喺英國讀書嗰陣同人嘈咗一鑊。向太點解死都唔同意？表面睇係門不當戶不對，骨子裏係經個仔徹底廢咗。向太陣南呢個喺香港娛樂圈呼風喚雨咗幾10年嘅女人，面對細仔呢段感情，態度可以話係斬釘截鐵，唔同意，冇得傾。網上有人話佢嫌人家年紀大，有人話佢嫌人家背景複雜，有人話佢就係睇唔起呢種江湖氣。呢啲都啱，但都唔係最核心嘅原因。最核心嘅原因係佢經呢個仔徹底廢喺呢種生活方式入面。你諗下向太呢世人係點樣行過嚟嘅？後生嗰陣屋企窮，嫁咗向華強之後白手興家，一個人扛起成個家嘅社交同運營。佢太清楚一個道理啦，一個人要是冇規矩、冇界線、冇被逼住長大，俾幾多錢佢都可以將自己活廢咗。講真，好多中產家庭嘅阿媽都會咁諗，何況係向太呢種級別嘅。佢見過太多富二代嘅下場啦，
自己屋企就有一個活生生嘅樣本。但問題係佢當年冇管住。三，同一對父母，兩個仔，差距大到離譜。好多人唔知嘅係，向佐同向佑係親兄弟，同一年出世，同一個家庭長大。但呢兩個人嘅人生軌跡，簡直好似兩個平行宇宙。傳媒以前報道過，兄弟兩個當年一齊去英國讀書。向佐嗰陣仲幾節儉，成日同屋企聯絡，至少知道報個平安。而向佑呢，使錢好似流水咁，成日飲食玩樂，對屋企冷冷淡淡，電話少得可憐。有意思嘅係，嗰時向太偏愛邊個？偏愛細仔，典型嘅細嘅仲細，錫多啲嘅路數。向太自己喺訪問入面都認過，當年確實更錫向佑，覺得大仔向佐性格太硬，太有主見，唔使操心。細仔向佑呢，睇住軟腍腍嘅，多錫一啲冇壞處。使錢大手大腳，冇事，仔開心就得。成日玩，冇事，後生人嘛。唔同屋企聯絡，冇事，佢就係內向。規矩一點點被打破，底線一點點往後移，時間一長就養出一個覺得反正有爸媽兜底嘅人。向佐呢，雖然都係豪門公子，但至少被逼住去混娛樂圈，去練舞，去同郭碧婷拍拖、結婚、生仔。你話佢幾成功啦，又唔見得，但至少佢有自己喺做緊嘅事，有自己喺講緊嘅嘢。向佑呢，乜都冇。四，返國之後，叛逆嘢壓唔住啦，打交、坐監、案底一樣唔少。返國之後，向佑嗰啲喺英國被慣出嚟嘅叛逆嘢，徹底壓唔住啦。傳媒公開報道過嘅就有好幾宗，佢曾經喺街頭同人打交鬧事，後尾因為毆打的士司機，出口狂言，鬧到坐監嘅程度。呢個唔係小打小鬧啦，呢個係留低案底嘅。你知唔知呢個代表乜？代表呢個人嘅人生檔案上面，永遠刻住入鍋局三個字。唔理你屋企幾有錢，唔理你阿媽幾有能量，呢個記錄燒唔甩。每次出事都係屋企出面，搵關係，使錢擺平。外人睇住係豪門有能量，我睇住就係豪門喺度幫個仔擦屁股擦上癮。據知情人透露，向佑第一次出事嗰陣，向太嬲到喺屋企捽咗成套茶具，但捽完之後呢，都係打電話俾律師，該勞人勞人，該賠錢賠錢。向華強喺隔籬一句都冇講，但第二日就叫秘書將個仔嘅信用卡額度又提咗一檔。你話呢個係愛嗎？係，但呢種愛係慢性謀殺。五，向太掏錢俾佢創業，結果呢？一個字，食。更諷刺嘅係，向太經佢一事無成，仲掏錢俾佢創業。寵物店開過，餐廳搞過，項目一個接一個，聽住都幾靚。寵物店選址喺北京三里屯，裝修使咗大幾十萬，請咗專業團隊運營，結果呢？開咗唔夠一年，執笠。原因據講係向佑自己根本唔去鋪頭，全部私員工管，自己日日喺出面飲酒。餐廳更加離譜，向太投資咗幾百萬，向佑掛咗個老闆嘅名頭，實際上後廚、採購、財務全部外判，佢唯一參與嘅事就係帶朋友嚟免費食。圈中人形容佢唔知經營，淨係知使錢，鋪張浪費，根本冇仗間鋪檔事業，擋多咗個地方玩。我真係醉啦，創業喺佢呢度成咗高配版講笑。最後呢啲項目嘅統一結局就一個字：食。錢全部打咗水漂，但向佑一啲都唔心痛，反正唔係佢嘅錢。有圈中人私下講過一句說話，特別扎心向佑呢個人啦，你俾佢1個億讓佢去做生意，佢可以俾你食出2個億，唔係因為佢蠢，係因為佢根本唔在乎，唔在乎先至係最可怕嘅。6. 母子斷聯，向太將親生仔嘅聯絡方式全部拉黑咗。講到向佑同屋企嘅關係，而家已經唔可以用唔好嚟形容啦，要用斷聯。
向太喺訪問入面公開講過，已經將向佑所有聯絡方式拉黑，電話、微信一刀切。向華強都喺公開場合表示，自己冇個仔嘅聯絡方式，有事只可以透過秘書轉達。你諗下，普通家庭鬧到呢個程度已經夠揪心啦，何況係外界睇住其樂融融嘅頂級豪門。有知情人透露，母子兩個最後一次正面衝突，係因為向佑又同嗰個南昌大姐喺埋一齊啦。向太當時據講咗一句說話：你要係揀佢，就唔好再叫我媽。向佑嘅回應呢，真係冇再叫。從此之後，向太喺公開場合再提到呢個仔，語氣就變啦。以前係我家老二仲細，唔懂事，而家變咗我管唔到啦，隨佢啦。但你要係仔細睇佢嘅眼神，嗰個唔係放棄，嗰個係心痛到極致之後嘅自我保護。一個阿媽將親生仔嘅電話拉黑，呢個要幾大嘅絕望？7. 同南昌大姐喺埋一齊之後，佢更加頹啦。自從同呢位南昌大姐喺埋一齊之後，向佑成個人嘅狀態，用向太嘅話講就係越嚟越唔似個人樣。據知情人透露，佢而家基本唔做嘢，成日混跡各種娛樂場所，白晝 W， 夜晚出門飲酒食煙蹦迪，間中去大姐間鋪頭坐坐，但都唔做嘢，就坐住玩手機。向太公開吐槽過，話佢成日唔返屋企，狀態越嚟越頹，體重飆到200幾斤，頭髮白咗一大半，睇落比實際年紀老咗10幾歲。你話巧唔巧？佢最想要嘅自由，換嚟嘅就係喺酒精同喧囂入面將時間一點點耗埋。佢以前喺屋企，雖然被管住，但至少有人盯住佢食飯，盯住佢瞓覺，盯住佢唔好出去搞事。而家呢，冇人管啦，佢反而連基本嘅生活節奏都維持唔到啦。呢個就係無限兜底嘅代價。你將佢所有外部約束都攞走咗，佢唔會飛起嚟。佢會直接跌落去。8. 佢係放大鏡，唔係罪魁禍首。網上好多人將矛頭指向呢位南昌大姐，話佢帶壞咗向佑圖佢屋企剪，唔係好女人。但我覺得啦，呢種講法太簡單啦。佢充其量係個放大鏡，將佢原本嗰啲懶散、叛逆、逃避放大咗，等大家睇得更加清楚。要係向佑自己骨子裏有事業心，有責任感，你話大10歲都好，有紋身都好，愛食煙飲酒都皮，頂多傾唔長久，唔至於將人整到散晒。講白啲，呢個女人只係令佢嘅肺變得更加 visible 啦。但肺呢件事本身，早喺佢出現之前就已經成型啦。9. 權力關係反轉，佢唔係喺度拍拖，佢係喺度揾新馬。呢段感情入面，仲有個特別微妙嘅點。我覺得值得深講，權力關係嘅反轉。向家嗰種自細被圍住轉嘅豪門小少爺，突然拍咗個比自己大10歲、社會經驗比自己厚3層嘅大姐，對方仲強勢、知應酬，咁講咁做，佢瞬間就有一種有人罩住我嘅錯覺。以前係馬罩住，而家係女友罩住，本質上冇長大，角色由仔換成男友，依賴感冇變。呢種搭配，普通家庭入面都常見。屋企強勢阿媽家軟糯仔，長大之後好容易被強勢女友拿捏。外界睇住話女方控制欲強，但要我講，多半係男方自己習慣被安排、被照顧、被負責啦。你睇酒吧嗰個畫面就特別明顯，佢喺前面社交，佢喺後面跟住笑，似足咗後生嗰陣喺各種宴會上面。阿媽拖住佢去敬酒，佢唔係喺度拍拖，佢係喺度揾一個新嘅馬。只不過呢個馬唔會管佢，唔會鬧佢，唔會逼佢上進，只會陪佢飲酒，陪佢玩，陪佢耗時間。呢個對佢嚟講當然舒服，但呢種舒服係致命嘅。10. 寫喺最後，豪門公子飲住最貴嘅酒，過住最廉價嘅日子。我最後再講一句掏心窩嘅說話，向佑呢個人，你話佢壞啦，佢都冇做過啲傷天害理嘅大事。你話佢好啦，38歲啦，冇工做，
冇家庭，冇方向，連親媽都唔認佢啦。佢而家最應該做乜？腳踏實地揾啲事做，先將自己執返起身。但佢偏偏揀咗往娛樂場所入面鑽，傾一段睇落特別江湖嘅戀愛，好似喺度用感情俾自己揾存在感。我睇住就一個詞：走。逃避責任，逃避成長，逃避一切需要佢自己企起身面對嘅嘢。而展俾咗佢逃避嘅資本。講到底，豪門多驕子，溺愛多廢人，呢句說話一點都唔誇張。展可以解決好多問題，但展解決唔到人性入面嘅懶惰、逃避同自私。規矩唔係用嚟俾外人睇嘅，係用嚟俾自己仔女立界線嘅。該管嗰陣唔管，後尾想管，個仔早就唔認你呢套啦。豪門都好，街坊鄰里都皮，細路仔要係自細就知為自己負責，長大之後同邊個傾都唔至於傾到將人生傾冇咗。要唔係點講啊？教育呢樣嘢真係唔係有剪就得嘅活兒，真係要費腦。如果唔係，豪門公子飲住最貴嘅酒，過住最廉價嘅日子，呢個畫風諗下都幾唏噓嘅喎。